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74首，圣诗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请起立。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甲恩典满满的主，我们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带救赎甲应允来到世间，也时常用你的慈悲、怜悯甲福气来满足阮的心愿。搁伫逐款的境遇中，用你好的旨意，引带阮行伫平坦开阔的路。阮伫世间的日子，常常领受你无尽的恩典，我们对心底深深来感谢你。特别上帝，当阮大家徛伫你面前的时，我们来审查阮的过失，阮常常爱照家己的私欲甲血气来过生活。阮的嘴虽然真够吟诗学乐，但是却常常讲出互人心艰苦、无利益，也袂当互人受造就的话。阮的正手在做你所交代的事工。倒手却常常互人失志滑倒。恩典的主，求你用你真理的光照阮的心，互阮的心灵拢通得到更新，活出你的形象。阮所行所做，互你无欢喜的事，求你赦免。亲爱的主，
阮知，阮徛起伫即个世间，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过路客。阮无法度对即个物质的世界得到更较大的帮助。求你，互阮重新来定位家己，调整阮生活的态度，毋但是咧伫意世上的财富、名利、权势有偌济，乃是爱向借助财富伫天人通得到报赏。毋但是看伫家己的能力甲才调有偌悬，乃是爱向来思算，对你遐所领受的福气甲恩典有偌济。求你，互阮更较清楚，你才是阮生命的愿望甲智慧的源头。听阮人类的上帝，今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当阮大家心内充满喜乐，在等待准备迎接救主诞生的时，求你清气阮每一个人的心灵，互主耶稣通进入阮的心内，将你极大的福气甲愿望带来阮中间，并且阮也愿意将这款的好消息来分享，互阮四周围也毋捌你的人。慈悲个人民人的上帝，阮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病床；有人心神忧伤，受困扰，失去愿望；有人亲人死失，心内悲伤；也有人受经济压力所拖磨。求你照阮无共款的需要来医治、安慰、补足阮的欠缺。互阮拢伫你祝福的下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但这时，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想使阮有换心正直的心，透过牧师的信息，将真理活命的话，通互阮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我们将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感纳。安尼祈祷无够额，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这一声安尼来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地人亲像着天人。阮的世件互阮，赦免阮的过犯，赦免过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不尽。阿门。这是请咱来三甲交托启示文29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44页。启示文29篇，记载伫圣诗的后面44页。恁着俄勒耶和华，我一生要俄勒耶和华。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助。
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上关家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这声要俄勒耶和华。这时，请咱过来继续吟诗俄勒上帝圣诗241首美调，241首美，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游园搁徛咧，咱要来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边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早起，圣乐队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当伊玛内利来临。
谢神个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学了上帝，将荣耀归乎咱的主上帝。这时，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有2位，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听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忍耐。第二位的圣经是新约约翰福音书，新约约翰福音书第5章第1节到第9节。现在中文译本152页，台语汉语本109页。约翰福音书第5章第1节，这事以后，拄好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伫耶路撒冷倚近羊门的所在，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水池的边仔有5个走廊，走廊顶倒着规群的病人，其中有青面的、白脚的、变碎的。伫迄内底有一位已经破病38年久的病人。耶稣看见伊倒伫遐，知影伊已经破病真侪年，就问伊：你要得到医治吗？迄个病人回答：先生，水在顶动的时，无有人来帮助我，甲我放入水池内底。当我想要落去的时，已经有人抢带先我落去。耶稣对伊讲：起来，摕起你的被离开。迄个人就随时好，摕伊的毯仔行走。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错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听是凡事仰望，听是凡事仰望，请咱大家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分享的题目是“听是凡事相信”。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听是凡事仰望”。今日同时也是大讲节的第1主日，咱要做伙来学习安怎伫仰望中间听候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主，你的话是遐尔有气力，所以当阮领受你的话过程中间，当阮明白你的心意的时，阮如果将伊实践出来，就会当荣耀你，会当祝福人。所以这是主，阮静静听候，求你亲自对阮讲话，透过你的话，搁一遍透放阮受捆绑的心灵，互阮会当完完全全得到自由。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讲的题目就是听是凡事仰望。咱知影仰望是咱生命中间一个真大真大的气力，伊会带予人生存的勇气。有人讲，如果一个人若无仰望，差不多是活袂落去，因为仰望带予人真大生存的勇气。但是咱也爱明白，仰望的意思就是代表讲，咱需要听候，因为仰望的代志拢还未发生，咱是期待这个代志会当发生，所以咱咧听候。所以仰望的过程就是一个真艰苦的等待，真艰苦的听候。我相信咱拢有听候人的经验嘛，吼，也是咱拢互人听候，咱拢是
有时阵会听候别人嘛，吼。啊，咧听候别人的时阵吼，即个咱的心理的状况是真复杂，也是真奇妙的。有时阵吼，听候是一件学习一个功课，吼。因为有时阵听候会变做一种痛苦的代志，吼。因为咱毋知影听候的人敢会来，啊，咱毋知影听候的代志敢会发生。但是如果咱若真心确信、清楚确信，听候的代志一定会发生，咱等待的人一定会出现。安尼虽然听候是艰苦的，但是咱的心中会有一寡甜蜜，因为咱会有盼望。因为这种听候是有盼望的听候。今仔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点到第一期垃圾。咱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听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消息，所以咱来备办好咱的心，咱来学习伫盼望中间会当听候。伫这个盼望、凡事盼望，这个盼望，伊伫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无放弃期待啦。意思是讲，虽然所期待的代志也未发生，但是伫伊发生进前，咱有一个期待，绝对无放弃，伊一定会发生，伊一定会来。啊，当然，咱爱明白，伫这盼望吼，绝对毋是无知的空想，也是讲过头的乐观。伫这盼望是一个有方向的，是咱相信期待会一定会成就。所以，咱绝对无要放弃盼望。就亲像咱踮伫黑暗暝的时阵，虽然即个暝真长，看起来真暗，真无迄个光，但总是咱清楚，咱若听候到落尾，迄个天光总是会来临。所以凡事盼望是代表咱对咱的人生有一种真积极的看法，会当对每一件代志，检测是真无顺利、真无好的代志，后壁面咱会当看出一个答案，而且会当看出伊无限的可能性。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咱头前有讲过相信，咱今日要讲盼望。啊，其实这两项拢甲听有真大的关系，就是讲盼望、相信甲听中间有一个真深的关系，因会互相影响。咱顶礼拜讲着三项代志，咱讲着讲凡事相信，就是爱相信上帝伫万事顶面，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全能掌管，所以咱选择要信靠。第二项，咱讲咱相信上帝伫咱毋知影的代志顶面有美好的安排，所以咱来学习顺服。第三项，咱相信上帝伫未来的代志顶面有伊的时间，所以咱学习听候的功课。所以咱来真深知，就是讲，因为咱相信上帝伫万事顶面掌管，因为上帝有美好的安排，甲有适当的时间，要将这个应允予咱。所以安怎，咱心存盼望，所以咱会当信靠，咱会当顺服，咱会当耐心听候。但是因为盼望的过程中间，听候的过程中间是一个真艰苦的过程，所以伫盼望的过程中间爱加上听，互咱伫盼望这个咱所期待发生的代志来临进前，过程中间会充满快乐。举一个例来讲，我伫1997年7月份，当时我伫台南大专中心做传道书，因为迄个时阵台南中会甲美国加州的一个中会结连做姊妹中会，所以因要做青年的交流，所以我受派甲一寡牧师做伙带台湾的一寡青年人去甲美国的中会青年人做一个交流。这个行程是对7月14到28，总共有15天。15天，咱今日看起来两礼拜无真长的时间嘛，但是迄对我来讲是第一遍的经验。就是讲我甲牧师娘结婚了，我第一遍出外出遐久迄个时阵，我大汉查某囝母亲才出世3个月。虽然是真短的分开，但总是也依依难舍。到美国了，人讲美国是少年人的天堂，确实是安尼因这姊妹中会人热情款待阮，就带阮4个去游览，我感觉讲真好佚佗。
但是我著心中真挂意着伫台湾中间厝内底的人因为迄个时阵咱咧通讯毋是遐尼方便啦所以要拍电话转来无像今日有网络就当免费拍电话迄个时阵拍迄国际电话真贵所以我都真毋甘拍电话转来，因为我逐个咧拍国际电话，我拢感觉迄钱拢一直飞走所以我有一遍我就讲足久无联络，赶紧拍一通电话转去台湾结果我拍电话转来叫无顺路接伊就伫电话迄边对我塞奶啦我讲伊足伤我讲听袂着我的声佫困袂去所以伊拢用一个办法就是迄个时阵佫有一种机器叫做答录机嘛电话答录机因为我内底有录音嘛，录讲恁歹势我即摆无方便接电话请你留落你的信息我会来回电话伊佫袂晓操作，所以拢出去外口拍电话拍转来阮兜听我的声音，讲安尼较困会去伊晓讲了我实在是有当是感觉心内即摆小可艰苦对迄工开始就感觉讲做好佚佗的遐行程拢感觉无趣味啦一心想要转来台湾但是都无迄个行程无结束，我都袂当家己走转来所以迄个行程中间有一个阮叫做萤火晚会每一个人爱表演节目所以我拢写一首诗啦表达我心中的笑脸这首诗歌就是安尼啦我迄当时阵我用吟的用迄个阮阿嬷教我迄个吟诗调来吟啦我吟互大家听看觅人在异地风春时，满山缤纷暖心意。他乡芬芳万千里，不达故乡花一蕊。但是恁今仔日拍播外国人拢听无啦。我安尼吟一边吟一边流目屎连咧鼻水拢讲流但是无法度了解我的心境所以咧等待是真痛苦所以我就做两件代志。第一，我的手机簿摕起来我就将迄个7月28迄天要转来迄天做一个大的记号，讲我即天就是要转去过一天我来画一条线，过一天我来画一条线真有人咧做兵咧算馒头同款然后我的机票搭伫迄手机簿顶头我就是要靠即张机票，等于看我的爱车甲查某囝所以有即个经验了，我就深深去体验着讲，等待虽然是艰苦恶担当的代志，但是咱若存着仰望的心，而且心存疼的时阵，就会当互咱度过即款的苦痛，赢至迄个仰望的来到。所以咱知影疼、相信甲仰望这三项是真重要的信仰要件。这三项若做伙，因结合做伙的时阵，会产生一股真大的力量。互咱因为相信上帝应允，因为咱充满疼，所以咱会当怀抱着这款的仰望。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甲大家讲凡事仰望的要件。今日咱要讲2项，要讲2项。第一项，凡事仰望，就是咱对着家己绝对唔通放弃。为什么？因为上帝通好我靠。咱对咱家己爱提醒，无论你拄着什么款的困境，你绝对唔通放弃，因为上帝疼咱，伊通好互咱我靠。圣经中间逐咱讲，任何时刻，咱拢唔通放弃。特别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互咱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的故事是安尼：讲有一个犹太的节期，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伫耶路撒冷靠近耶路撒冷有真侪无共款的城门，靠近羊门的所在有一个水池这水池叫做希伯来话叫做避暑台避暑台的意思因的话翻译出来就是灵敏
意思讲，即个水池啊是充满灵敏的。因为当时阵有一个传说，因为这水池啊下底可能有一寡迄个泉源，所以泉源无定期喷出来的时阵就会改成搅动即个水池的水，因有一个传说讲，迄是天使咧搅动即个水，所以若即个水开始动的时阵，第一个落即个水池内底的人会当得到医治的灵敏。所以即个水池啊，咱看到圣经讲，耶稣来即个水池的时阵，四周围有真侪遮破病，有真侪无共款的病人伫即个水池啊，因拢期待会当透过即项新力来得到医治。伫遐耶稣基督拄到一个破病38冬的病人，耶稣看伊倒伫遐，知影伊破病真久，就来问一句话，伊讲：你要得到医治无？咱会感觉讲奇怪，耶稣即个时阵开始去问一个真奇怪的问题。一个破病38冬的人，已经破病遐尼久啊！一般咱就想象讲，伊破病遐尼久，伊一定真愿望会当得到医治。为什么耶稣过来问讲，你敢有想要得到医治？安尼问互咱一般人想讲，这个毋是白问，伊一定真想要得到医治嘛。但是咱要清楚耶稣甲牧师无共款，耶稣是无讲废话，伊安尼问一定有伊的道理。咱看到即个人咱毋知伊的年纪偌大，咱只知影伊破病38冬。圣经嘛无讲伊伫即水池仔边等偌久，但是咱人理解讲已经真久的一段时间，伊拢倒伫遐。伊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对话，所以伊耳孔有听到，而且伊会当看到水咧搅动的状况，所以伊目睭会当看到。伊家己讲伊家己会当行，会当行动，所以伊毋是一个袂当行动的变碎的。虽然是表示说，虽然是无方便，但是伊也会当行动，而且伊所破的病袂互伊马上面临死亡。已经破38冬，伊也活地，但是可能听候真久真久，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一个乱想。原本伊可能抱着真大的愿望讲我一定会当得到医治，但是38冬过去，伊拢无机会啦，拢无机会去得到医治。所以伊心中迄个渴慕要得到医治的心可能哪来哪少，哪来哪少。所以伊将一切的责任拢推互别人嘛。咱看伊甲耶稣基督的对话讲，水咧搅动的时阵，无人帮助我嘛，将我放伫迄个水池内底。听候我拄想要落去的时阵，已经有人唱大声落去啊。所以伊将所有的责任拢推互别人，已经听候真久啊，无法度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时阵，耶稣问伊一句话，耶稣讲：你要得到医治吗？实际上是鼓舞伊心中的愿望，互伊对一个无愿望的时阵，佮找到愿望。耶稣爱这个人知影，检查伫伊看起来，讲任何人看起来，这拢是真困难的一件代志，已经破病38冬啊。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当，永远毋通对家己放弃愿望。所以耶稣就对伊讲：起来，摕你的床铺离开。迄个人马上就好。一个听候38冬的病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治疗。亲爱兄弟姊妹，千万毋通放弃。检查咱看起来真困难，但是在上帝凡事拢会当。所以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拄着任何的情况下面，拢对家己拢怀抱着愿望。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牧师毋知你目前的情况。但是，检查咱中间有人行入迄个绝境中间，有时阵别人拢讲无望啊！你内心家己有声音讲，我无机会，我无愿望啊，放弃吧。但是，这时阵你爱明白，上帝深深疼你，你也知影，你是上帝用重价所赎回的。耶稣基督捌为你死，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宝贝，拢是有价值的。检查咱所拄到的情形，无亲像咱所期待的，
检测咱可能已经陷入迄个绝境中间，假成无法度行出来。但是咱犹原爱抱着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因为受苦的人无悲观的权利。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有特别的计划。咱若倚靠上帝，咱绝对会当突破这个困境。而且上帝是伫咱的困境中间，甲咱同受苦的上帝。亲像咱等下要强修圣餐，主耶稣基督为咱担当所有的艰难困苦。既然有背当当的人，就来亲近上帝，的确得到完全的逃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也爱学习，就是对别人，咱绝对无放弃。为什么？因为有疼，就带来改变。因为疼，咱对别人也爱常常抱着期待。有时阵，咱会因为咱错误的判断，咱的软弱，互真侪人受到限制。特别是咱对有影响力的人，咱做人的父母、做人的老师、做人的长辈，咱对咱的事实有影响力。如果咱若常常来讲，你无希望啊，还是用咱真受限制的眼光来看，咱对有影响力的人，用安尼来攻击伊、打击伊，其实是真无好。咱来明白，咱是软弱的人，无法度做所有的判断。所以咱要去调整咱家己，因为有疼的缘故，所以人会当改变。咱看见圣经中间有一个人，这人真特殊，伊名叫做巴拿巴。巴拿巴被称作华语叫做劝慰子，意思是讲伊够安慰的人，意思是讲这人真有怜悯心，会晓安慰别人，所以伊对人的态度真值得咱来学习。伫宣教的历史中间，虽然巴拿巴无亲像保罗，遐尼够传福音，但是咱要明白若无巴拿巴，就绝对无保罗这个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保罗咱知影保罗原本就是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后来国外的主对伊呼召了后，伊马上变做传福音的工人。但是一个悔改了的人无一定马上互人接受检测伊有心要传福音。但是一般的教会信徒嘛是会惊伊啊，讲这无一定是要做了白啊，过去拢迫害教会，害真侪人入监牢，即马讲伊要传福音，要支持教会，大家嘛会惊吓。所有人拢无要接受伊，只有巴拿巴接受保罗，因为伊相信伊，伊伫保罗身上看到一个福音的愿望。后来事实上咱看见到巴拿巴的判断无毋对。还有另外一件代志，咱若看《使徒行传》15章，当时阵教会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伫外邦咧宣教的时阵，到底有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还是接受耶稣基督才当得到拯救？这讨论真久，后来伫耶路撒冷会议做一个决定，外邦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才当得到救。这是所有的人拢接受耶稣基督才当得到救，无需要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这会议决定了后，保罗甲巴拿巴因就决定讲，赶紧来去到因早前所传福音所设立的这个教会，赶紧去传讲这个主要的信息，互因教会袂因为到底要行割礼，还是守律法这件代志来争吵，还是烦恼，所以保罗就招巴拿巴要转去，这个时阵拄着一件代志，就是迄个时阵，巴拿巴要带马可做伙去，就是马可福音书的作者做伙去。但是保罗反对，为什么？因第一遍去传福音的时阵马可传到一半时，因为传福音太艰苦了，所以到一半伊就半路落跑，走去离开因。所以保罗记恨伫心啦，讲这个少年人袂当用，永不录用。但是巴拿巴看到马可的潜力。看到上帝伫马可顶面的心意，所以巴拿巴讲马可爱带伊做才能，咱来使用伊，互伊一个机会。但是保罗无爱，因为安尼两个人冤家，煞分开巴拿巴带马可往塞浦路斯去，保罗选西拉行另外一条路线。但是咱今仔对教会历史来看，
啥物人是对的？巴拿巴是对的。甚至到后来，保罗也接纳马可。伊咧写哥罗西书的时阵，伊讲马可伫伊的身躯边，诚做伊真好的帮衬。伫腓利门书的24节已经甲讲，马可是甲伊做伙同工的。后来伊写配合提摩太，伊讲伫传道的代志顶面，马可对伊有利益。所以咱看见着历史咧证明讲，巴拿巴确实真有眼光，伊伫一寡软弱的人身躯顶看到光芒。为什么巴拿巴有这款的特质？就是因为伊充满了怜悯的疼，因为疼，所以伊一寡伫别人的眼中看做无值得信任、无值得重用的人，伊看到上帝要使用因去传福音，伊看到这款的光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到巴拿巴接纳保罗甲马可，对因无放弃光芒，后来才互福音会当传出去。所以，咱对安尼爱有一个回应，就是任何情景，咱拢爱选择去听。咱安怎对别人无放弃，就是伫任何的情况下面，咱拢坚持去听。检查你面对一个人，可能是你的亲人，你感觉讲啊，真困难改变伊，但是求上帝，互咱有听，去包容，去相信，去看到光芒，咱坚持去听。亲像巴拿巴同款，伫任何情形下面，拢坚持用听去看人，用听去接纳别人。伫别人身躯顶看到光芒，有听，咱就袂放弃。真侪历史上真伟大的人，拢是因为有听伊的边仔人、亲人、朋友，伊才通成就上帝伫伊身躯顶成就的计划。咱看俄国书顶一个王子。因为伊的老母持续无放弃的听，替伊祈祷，到落尾上帝使用伊，才做一个真重要的神学家。咱看见着罗丁马丁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罗丁马丁若无一个真支持伊、真听伊的太太，伫伊累志的时阵激励伊，伊无法度完成遮尔伟大的工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听会当带来极大的改变，听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光芒。今仔牧师甲大家分享2项，对家己毋通放弃光芒，对别人也毋通放弃光芒。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将听、相信、甲光芒拢放伫阮的心中。阮因为相信你的应允，因为彼此相听，阮伫其他代志还未来进前，阮心存光芒，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15首，圣诗21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甲主同齐倒。亲爱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院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囝仔着无担当大，着亲近我，我要互恁安息。要喙打恨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伫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特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为阮带来救赎。现在，阮也要照你的命令摆设一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伊所做永远的祭祀。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找见圣神的圣白碗，也圣白才会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稳定的帮衬，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不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透过阮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你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咱得到救。
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每一遍行安尼的时阵，就是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所流出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所流的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您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邀请阮的甲你同坐倒，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也透过安尼，互阮明白你真心疼阮，也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感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见证荣耀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未奉献的弟兄，要来欢迎咱第一遍来做礼拜的贵宾。你若未填写蓝苗表的，请伫坐月头前填写，以后摕互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逐日的恩赐甲看顾，互
互阮的身躯健康。也感谢你将生命的灵粮养饲阮的心灵，互阮的心智得到永壮。即卖阮将你所享受的金钱甲财能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欢喜来感纳，也恳求你圣神时时刻刻感动阮来差遣阮，互阮成做你好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大港节的第一主日，点到第一期的知识蜡烛，代表希望。耶稣基督诞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愿望。互咱伫即个大港的节期，透过读经、祈祷、日日甲主同行，深思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并且用咱的生命来为伊发光、传主福音。本年度的圣诞节所有的节庆的活动，刊登伫周报第15页。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参与、代祷，来索取文宣的简章，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无队友做伙来参加。第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关怀爱主主日，愿望兄弟共同关怀。爱主社会福利基金会所有的事工，并且提醒大家共同来防止爱主的使命甲责任。第三，本主日为联合国大会所定身心障碍者的关怀日，总会特别来函，呼吁咱兄弟做伙来关心这个事工，也为这个机构所有的机构来代祷关心。第二，圣诞节庆的事工，社区分发传单，时间是伫本主日中午12点用餐，12点40到2点要去分发传单。用餐的地点，东南区伫北控市教室。西北区伫9楼联谊厅，请咱所有兄弟若有报名要参加分发传单的，请咱去到指定的地点来用餐。第三，圣诞福音大会时间是伫12月9号礼拜六下午7点半到3点45分，地点伫10楼。甲国教室主题改变，内容是生命见证甲分享，要邀请叶欢姊妹，然后会后有分组甲地点，请各小组团结，邀请无队友甲新朋友来参加，请就运费干事甲社营员干事来报名，报名的日期到今日为止。第四，小会问道理，时间是12月15礼拜5的暗暝7点开始，地点
九楼国教室，请伫12月24号要受洗的兄弟一定要保留时间来参加。第五，敬乐旅游伫12月19礼拜二地点罗东，费用每一个人300块，其他的是900块，请陈美仙干事报名为止。总会按消息，教会8楼要重新装修，设计师已经画图好势，有算来完成，要进行工程的发包。12月初4会当来领表。有意思的厂商，请伫9楼行政中心，请甲科主任来接触。以上报告，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这是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好，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曾景月甲王婉欣夫妇。这是我大学的学弟哈，大学的学弟，欢迎。还有林昭信神师，好，大家好，这是杨牧师的爸爸以前的学生哈。陈友琪神师，好，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着。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四周围这朋友会当来引出来去到贵宾席的所在，互咱哥做进一步的交代。牧师大家补充报告吼，咱这周末内底拢有一张咱这个宣传的传单吼，就是将咱这个圣诞节期中间要举办的无共款的活动拢记载伫遮吼，咱根据咱的未信主的朋友的需要吼，来带因来参加遮个活动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时间吼，请大家特别爱有这个行动吼，带较侪人来接近上帝吼。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向你祈求。阮感谢你，互阮伫圣殿中间领受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耀你，来祝福人。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主你甲因三甲地地，享受因福源的快乐，互因伫即个艰苦的中间，牵调伫你。透过你的恩典甲疼，互因福源，用因福源的生命来荣光你，来祝福人，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遮有一项要补充报告。本会卢公新执事的老母，伫12月初1透早过身，请咱兄弟来为这项事来代祷。这是请咱来吟每遍诗上咏512首，吟诗后请蔡牧师来祝祷。
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永受差遣。